有没得一段时间看到一样东西就烦，就不想去碰它，而且不想看到它？对头，我说的就是麻将，就是那段时间的我。确实那个手气啊太撇了，不过还好啊，昨天算是止住了连败。今天呢就必须给大家发两把杠上花，一个是赶走一下那段时间的霉运，第二个其他素材我确实也没得动力去捡它的。好嘛，接着就请大家自行欣赏，看看那个杠上花是啷个打出来的。第一把那个杠上花纯出意外，第二把我是有很强烈的感觉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主题。现在入冬也那个久了，那段时间的狒狒简直是没得抠脚。你们呢有缺羽绒服的，赶紧滴滴我，注意注意。过了那个村儿就没得那个店儿啊，再想买羽绒服噻，怕没得那个简单了哟。差点搞忘了，今天是平安夜啊！在此祝大家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Merry Christmas！